来乡亲啊，咱就煞来看这个南部，昨日暝了后就开始透大风，台南有未少所在拢有损害，像这个出名的观光景点渔光岛、海岸边的树林、大樟树啊，互风吹倒几啊丛，有一丛阁缀着人徛家的厝顶，是甲女厝主惊甲规暝拢毋敢困。啊，强风嘛造成死亡的车祸，有一家人烧焦到关石平台看海影，花亭的半路到一个路口，可能是驾驶驶伤紧，再加上风伤大，全失控，弄到路边的电火条啊，一个死，一个重伤。消防人员伫咧车挂先甲变形的车撬开，随着甲吊伫咧车内伤者看刷出来。伤者已经互分去，消防救护员换了 CPR， 换了甲人扛上救护车。来看现场，轿车车头猫落去，车身嘛规个严重变形，零件四线落伫咧涂骹。车祸就发生伫咧下晡5点07分，一台轿车驶经过台南市北区河尾路五段和西县离街口的时，家己去弄到路边的电火条啊。根据另外一台车，因的朋友讲，因拢总5个人，半暝去安平关石平台看海，想要到尾回来时会出车祸。有可能是时速过快大滑。啊，你们是从河尾路开到华平，还是我们是从关石平台那边开过来？浪甲真大力，互路顶规支倒去。警察初步了解，怀疑车祸原因有可能是当时皮收紧，加上风真好，规台车袂知才会去弄到。许姓驾驶经送医急救后不治死亡。并经抽血检测无发现饮酒的情事。以气象署资料，台南市为10月初4半暝啊到10月初5下午夜，风6到14到16级风。有名景点渔光岛，规片树林几啊丛大树，嘛因为强风去吹倒，有一丛搁倒伫咧人徛家厝顶，砰一声，甲查某厝主惊一个软壳。懵就按钮我已经啦，已经我这地来我才咪叫风云。我惊一个要死啊！搁长期树啊去缀着高压电线，互附近失电，台电嘛经派人来修理，1点钟后就有电。啊，市府下晡啊嘛派人来到现场捡树啊变灯，防止倒去的树啊影响通行。Hello， 我是冯维之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